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广东的。我从小到大讲的都是粤语，然后到了小学的时候呢，开始学习拼音，开始学习普通话，所以我现在的普通话和粤语都是一个比较不错的水平。如果你是有需求来广东、香港、澳门工作或者生活的话，你可以选择我来教学因为我自己对粤语本身就比较感兴趣，然后呢也不会说太官方的教学。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日常用语都是比较轻松自如的不会教你文言文那种叫做知乎者也真的会用一些很本地化的去教你日常用語以下我會用粵語嚟介紹一下自己。Hello，大家好，我係嚟自廣東嘅。咁我對於粵語呢，係應該係3歲嘅時候有一個認識。咁我係好細開始睇劇本地劇又好，TVB 劇又好，咁我就已經開始學習粵語㗎啦。直到依家呢，我都係好中意聽粵語歌、TVB 同埋本地劇嘅。所以如果你有呢個需求，可以揾到我，我可以幫到你大膽咁講出你嘅粵語哪怕唔係咁標準，咁我可以糾正你啦。咁你就可以大膽咁講出嚟，因為畢竟粵語又好，英語又好，中文又好，佢都係一門語言啊嘛，所以係要大膽咁講出嚟。對方聽得明你講乜嘢，咁對方講咗之後，你又聽得明佢講乜嘢，咁就 OK 啦，已經達到目的啦。所以你可以大膽咁講出嚟，到時就可以好快咁學識粵語啦。OK，拜拜。